世界万象台拢伫咱台湾新干界。观众朋友，大家暗晚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吴平仁。今日来到贵宝地，哇，这真正是个宝地，风水宝地啊！这是高雄的油厂镇，油厂镇是啥物？啊，甲这个万岁庙有啥物关系？啊，甲林国庆老师哦，咧写这个翻转字，这个发明家人讲这个设计新人，甲伊成长的这个环境有啥物关系？咱今日吼来请林老师啊，介绍互人听。林老师你好，你好。老师，这你自细汉大汉的所在？对，不止我大细汉，阮规家伙啊，几啊百栋都有这个所在。这个所在叫围昌，以早民政的时阵，伊就叫围昌镇。甲头前有一个叫前锋镇，边仔有一个叫做左营镇，后壁有一个叫后冲镇。一路上的各乡镇都以这个所在。我睇行来吼，这地势较悬呢。阮这块咧以早是军部，所以遮要监视全部以早来到万南港的这个所谓的军队的可能，所以这个所在就是一个军事基地，所以阮的庙司嘛是因为甲这有关系，所以阮围昌就是刘国轩以早的屯兵的所在。哦，阮的拜拜的神明哦，嘛是甲这何氏神有关系啊。所以甲老婆恩啊，这拢有关系。都有关系。老师，人咧讲，因为我咧先甲你做记者的时候，你就阿讲哦，这个庙司啦，这古早的这传统，恁的家族拢对你的设计拢是有影响的。你甲咱看卖者，像这种庙对你来讲有啥物意义、啥物启示啊？阮细汉的时阵，也无出去所在，啥物学袂走，所以阮的读的册本，就一定是庙内面当做伊是一个所谓的图画书，还是相关的童话的册本。所以我就看，我这道就叫做祈求吉庆，那边就叫吉庆，这边叫做祈求。祈求咱看到一只旗，一只球，哈，所以这顶面的所谓的迄个山花嘛，是有这个图案，所以这图案原来有这个环境的历史的过程。啊，行去庙的情况下，就会出现从龙进去虎出来，因为过去的人也无读册，所以就爱龙进虎出，这边的一个历史的过程。然后入面拜的有一个叫香花，有一个鲜果，所以就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程序哦。依照过去，阮来看这个庙司，就看到很多所谓的对你生活改变安尼。你踮咧庙司内面呢，形成你的世界观。哦，讲较白，你宇宙观就是对这形成的吼。阮后来做足侪设计，因为设计的过程内面有一个叫撞击，一个叫剖析，一个叫脑力激荡，一个叫可能性思考方式，一种物件叫做念力。信念的力量，所以阮内面庙司足侪人来遮求平安，求平安就是神明会互你平安两个字，祝福两个字。哦，这个字就互你一个所谓的冥冥之中的字就互你啊，这物件有点像桥接的概念，就甲神明交换的概念。听起来真玄，对不对？但是哦，我听老师安尼讲解起来，你来现场看，你就感觉你有感应哦，会念，甲你咧念起来安尼呢。迄个。字甲字在翻转的过程内面吼，较会我都变会过。咱等下等于有看一寡设计作品，伊会晓变的原因是因为透过所谓的信念的念力吼，伊的迄个物件就变过啦。所以庙司咱向神明祈求平安、爱情、高读册。好，这个伊的神明赐给你，就会有这样的情况下，这物件叫桥接。我感觉字甲字之间有这个感觉安尼。啊，但是吼，你一直甲我强调讲，恁遮油厂的这个牛人，拢伫壁肚顶头，这是啥？阮围昌是按迄个，刚好是日本时代到民国的时代，刚刚好所谓的第一摆发布的民主选举，阮。围昌的油价哈杨仲金，伊就当选第一届，也就是所谓的中华民国民选首长里面的第一号，所以这第一号非常重要。有围昌人嘿，当然迄个是老二，这是老三，老三叫杨清溪，伊在日本时代伊就拥有私人飞机啊，伊在时食韩金买就食袂无够饱，伊有法度买一只大飞机吼，有法度安尼村内面的产业，咱互伊安尼学习。
驶飞机的这人力吼，你就知影无简单。伊嘛是第一个台湾第一个迄个飞机失事的人吼，所以伊的梦就做一只飞机，因为这个造型哦，这个飞机的伊的迄个螺旋桨吼，佮囥入伊的老家内底吼，这都处理的。啊，听讲吼，啊，佫一个人叫杨业安，杨业安就是迄个所谓的伊的老大吼，伊就是咱台湾第一个所谓的倡议。迄个无7月半吼，迄个卖坡道，卖坡道，然后迄个卖台猪、卖台肉吼，全部用4国来作为服侍安尼遮的神明，所以这对咱台湾是足重要的所谓的永续环保的足好的市地。这要几百档的时间啊吼，就迄阵时就开始安尼开始倡议啊，无简单。所以过去拢有冲写足侪所谓的高人的，一路上安尼堆叠安尼。所以这对老师来讲，你拢是一种启示，啊嘛是有坦白讲吼，有压力。迄个阮地方上的人吼，其实我是为中国小第100档内面17个杰出校友之一。好，所以我嘛学习到个所谓的过去前人哦，对这奉献安尼。有老师他搁甲我讲一个趣味的，讲吼，若是遮围墙人吼，经过因兜门口口的时候，拢有对因兜的头顶啊来拜呢。迄是什么原因？是拜恁公的哦。迄是以前就是安尼，日本时代伊有台湾哦一寡士道路吼，迄个万佛归天的计划，吼一寡人做认真执行，有一寡人凊彩。但是后来阮围墙的情况下，就甲安尼神明哦，暂时夹不动阮兜。所以我细汉定咧看足侪人经过阮兜的时候，就阮兜拜拜。阮兜的新民较会咧拜拜。哦，原来这个是历史的过程吼。以早我讲台湾人为着要生存，所以就爱一路上改变哈，唱来唱去安尼。啊，拢唱因兜。人唱阮兜嘿。唱这个字做有趣味的，按讲唱也是迄个三中吼，也是不这个。厂也好，保障也好，都是足好的一个概念。内面还佫有迄阵时日本时代佫翻庙的时阵留着的这字，咱来看嘛。明朝郑成功的时代吼，迄个阮这个所在是刘国轩吼，刘国轩伊的屯兵的所在，所以刘国轩咱这个所在就是迄个泽旗，咱遮卜卦，然后迄个起庙的人吼，这一开始是安尼，所以这个石碑吼，这是。日本时代大正年间的吼，所以今内底个阮大家讲的讲杨义安也好啊，也是阮阿祖，阮两个阿祖拢伫这个所在。恁阿祖是林良秋、林良峰。嘿，我大家讲迄个安尼，个有一个头人就是讲杨义安吼，就是倡议啊，规个讲卖7月时啊大拜拜的这个人吼，所以一路上遮总共大细的以早围墙的前人吼，因拢一路上安尼拍拼安尼。哇，这是战略秘技呢，吼，这种当时拢啊一代留落来诶，哦，所以这个物件在日本时代到今麦现主是阮拢，别个拢一直在改变，一直翻新，但是这种固定拢无颠动安尼吼。是，咱来这个拜访遐看吼，看这个地势是什么模样。老师，这我徛这吼，居高临下，看到这个吼，落去都出落去。啊，这个牌匾伫遐，你甲咱解说一下。哦，这起甲安尼。这以早这个所在军事的基地吼，所以来往下看，就来看规个海边。所以阮这个牌坊以早的时候设计的过程，都照传统按的迄个传统的吉祥符来做的。所以看会到做这物件，比如像迄个一个蝙蝠顶管放一个钱，迄个福在源泉。好，所以咱来看那个风调雨顺的各。4大天王哈，顶面拢有，然后顶面嘛个所谓安尼叫做那个7贤也好，8仙也好，拢过去的传统的吉祥符啊，顶面拢看会到哈。所以啊呢吼，顶面拢看会到，包括赤虎，咱看赤虎，包括伊边仔的迄个，旗号哈，赤虎甲伊边仔的迄个博古图吼，全部拢完整，所以这个物件基本上就是非常传统。按生活的过程的传统。你刚刚有作品也有迄个题号的这个符号这种物件。阮设计吼，迄个叫做叫巴文吼，阮拢设计拢长期拢以咱庙市咧看这物件，所以对设计来讲都有影响到相关的设计语汇吼，这部分都有影响到。所以阮咧看这传统的物件拢会想，无怪呢，这老师就是伫遮呢。老师的老师啊，阮的细汉就是当庙市人大汉，所以当迄个。
石狮顶面也好啊，伫龙柱的边啊也好，拢看一寡好物件，我来讲对阮来讲有心有所念哈。老师啊，咱头仔去看关水庙吼，啊，其实哦，我进前拜托老师吼，这本册我其实有去图书馆去借着，因为足侪人咧烧钱咧借啊，我拜袂着阵啊，再拜托老师哦，紧俩寄一本啊，互我看。哦，我一讲咧看到半暝3、4点啊呢，我讲哦，老师你有影呢，你拢叫恁兜古早厝啊，这个庙吼，这深深有，不管是启示也好，还是去引发着你的这个创意吼，你会当对什么字开始有这个想法啊，做出来作品，你讲难听。我应该是安尼讲来讲，我平常的是个工课叫做品牌设计。所以品牌设计主要是要做航向定标。我差不多23、24岁，我就开始替足侪的企业打国际赛。所以我互足侪企业，因就邀请我去泰国啦、去菲律宾啦、去中国大陆，光安尼走来走去，我邀请过300几个城市。所以因为安尼关系，所以逐工啊飞来飞去。我飞的过程，我就想到一个问题，讲我一样在做设计，我敢样找到一寡较完整的文化底蕴。所以，我就开足久的时间，开几啊档的时间去处理所谓的全台湾的各地的古迹的庙。咱台湾的庙才138个1、2、3级古迹，我差不多互我走了。我咪走了呢，我是定咧就坐在遐，经营在那个环境里面，就讲伊对我有啥物讲的感染。足侪个老阿嬷，伊就咧甲祈求神明保佑家己身体健康，厝内面非常的和谐。我就想讲，这两天应该有一个概念。我有一天在2007年时，我喺高雄市参加到人个会议，迄个会议小可无聊，我就发觉一个问题：高雄市变过，伊是写一个字呢，伊叫做炫货。我就甲这个字，后来即马在2003年的时候，按台湾迄个高雄的灯会顶面一个大灯，迄个我设计，我就甲高雄的变过迄个字，互我讲。当你慢慢发现的处理，高雄变过来，是安尼看，还是安尼甲变过来？伊是字会让直看，更加欢看。欢看。好，你又讲，发觉一个问题，讲大家字在古代的人有冥冥之中，大家字甲字之间藏一寡你无看到的所在，所以藏这个字，我来概念做伙 A 到 B，A 字到 B 字，因内底有一个叫做桥接，我是发现桥接迄个人安尼。哦，所以我睇你看老师这个写字顶头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呢，哦，这就是咱清朝内面的9个迄个天龙国，所以一虎、二鹿、三艋甲，后壁佫有足侪所谓的名吼，拢甲这有关的，什么月经也好啦，园林也好啦，家己也好，拢甲这有关的，所以你就甲清朝的因唱的字内底。或者足趣味的来讲，有影出头真济呢。这出头足济吼，你用安尼发现就感觉足好耍的。啊，这咧，像安来看，台湾梦，这台湾梦这是台湾人足济的寄望，希望有一天会当安怎。所以安尼情况下，我就想讲，台湾梦伊变过叫啥物件？变过，伊叫做爱台湾。所以你就感觉讲，这字甲字之间有一寡伊家己的感情。然后过去发明字的人，伊无发现到这个代志，就讲，互我来发现，所以我就把这字分做几啊种，来讲字甲字会晓倒变，还有会晓中英两个字会晓相换，佮有阴阳文字，佮有迄个近色文字吼。这个字，按全世界伊的知名度介悬，安尼总统府也好，安尼外交部也好，因拢定咧用这个字来讲招财进宝，或者看来招财进宝是咱台湾。安尼 GDP 也好，安尼所谓的台积电，安尼科技产业卖甲全世界，咱台湾的经济足富裕的。啊，除了安尼之外，咱台湾佮另外一项，全世界咱讲起来讲，咱变过叫做追求自由民主。原来咱台湾两地非常爱用，就是讲招财进宝又追求自由民主，咱是一个全世界在民主社会内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。刚才去演讲提这个，通我讲半点钟啊啦。字是一种所谓的，在过去是道书伊的发现的文字。刚才咧写符啊。写符啊呢，你要甲符啊这个概念变做你创作的部分。现代书、现代道书啦。好，嘛因为安尼的关系，安尼有着要互外国人甲咱台湾人
透过伊的字跟的字会当互相之间会当相换、相交流，所以是阮遮写个设计台湾，但是呢，安尼样变过叫做台湾 Good Design， 台湾好的设计。中文甲英文会当小可交换吼。啊，包括有一天写的这个字。媒体讲我是神人设计师，到即摆网站搁做个安尼报道，所以人也讲邀请我设计就邀请一个神人来设计，这足夸张，这个出头足济。但是你要看我设计的过程内面，拢甲庙事都有连接关系，所以台湾变过叫做 Hello 台湾，互外国人看中文甲英文互相会当交替，所以人看来讲，这名叫做 So， 变过叫做。happy， 你若 happy， 你就瘦啊，吼，文艺甲文艺之间是同图像学，图像学内面相通。像阮过去阮高雄港，以前全世界第3个大港安尼吼，所以安尼货运出去的物件非常的多。后来有一天高雄港，我感觉以前莺莺燕燕酒店非常的多，变过叫做歌舞。所以伊的字甲字之间拢有一寡伊的连带关系。只是讲，伊较久的岁月里面都无人发现，迄只是讲我发现啦。藏在内面。所以啊，若讲来讲，赖总统伊中选总统以后，伊就用这个字来讲，美德原来这个字变过叫做Made in Taiwan， 这英语也好，中文也好，刚好连做伙来讲，伊有一个冥冥之中的历史吼。舒跑的饮料，舒跑基本上这是伊的公司的品牌名。但是有一天啊，若变过话，就变得舒跑，就变得德胜。德胜吼，就变得原来这字有2种意义吼，所以你也找到这个物件是你找到以后，发现着讲文字有一寡做冥冥之中的奇妙的所在安尼。所以啊，若看到讲西雷这个所在，伊全世界上有名的所在是啥物件？伊就是酱油。所以咧，慢慢咧看讲，这有较趣味的，好，所以最近迄个大甲妈搭对啊，所以福星宫在对这个所在，所以啊，讲到大甲妈，咱就看来讲，西雷伊嘛是福田，广植福田，所以迄个中文甲中文之间都有一寡历史的过程，所以啊，看到讲，迄个什么叫梦，就是甲咱全世界物件甲相反，所以咧梦着无好的就是好。梦得好的就是歹吼，所以梦的这个物件就足趣味。你即停喺遮吼，看这正平这个番字吼，敢若这个传统的庙事内面有迄个魂飘飘、魂梗啦、草旋啦、喜旋啦，这是不是对遮来啊？当然主持人讲无对的讲，按这个类似喜旋吼，包括所谓的各种的传统的符号对。阮现主台湾人的设计师来讲，是足大的资产吼。就是讲，咱知影内面庙内面有一个好百宝箱内底能找到咱的好物件，所以阮也对这个庙内面就找到设计的原始的想法甲原创的可能性。所以你有看我安怎设计来设计去，拢甲传统的这些物件拢有连结吼。是。豆腐就想着啥？深坑吼。发觉到一个问题讲。咱的足侪地名，甲伊的原始的历史是连做伙的，所以你只是说我是出头较济，主持人讲我出头较济，我出头较济，所以我就定定发现着讲，这个字甲这个字之间有一寡趣味，我甲发现安尼尔吼。爱发现嘛，爱真有迄个卡妙的这头壳啊。好，咱若讲了台南，咱的习惯伊就叫做。虎城，这是我甲赖总统伊台湾设计店伫台南的时阵，我设计的这个物件，我办一个记者会的活动。原来虎城就是台南，这物件就是一个扣号，就是讲你透过设计的方式，就是讲找到迄个字甲迄个字之间有一寡冥冥之中吼。那我嘛足爱家宝去发现着足侪物件，好物件就是讲，我的名叫国庆，国庆吼。对，10月10号生，阮爸爸就是标准的所谓做传统的公务人员出身。国庆本来就是一个足古板的名称，但是我看发觉一个问题，国庆嘛足趣味，伊变过伊就变台湾。
啊，所以你也想讲，这个鱼变，迄个鱼要变啥鱼，安怎想都想有吼。所以后一天呢，咱就看着讲，咱台湾拢讲爱讲咱台湾是宝岛，啊宝岛就是台湾，无宝岛就是台湾，宝岛变过就是台湾。所以鱼甲鱼之间有一寡串。老师，你这鱼就亲像咱头早去庙看迄天火啊。这个鱼的鱼形甲吃虎的迄个表现形式有小可连带关系。伊线条有一寡这个物件，伊事实上伊叫齿纹啦啊，这文化文字的文啊，齿纹啊，所以这名就甲这有连接关系。所以我讲庙史甲我有甲什么现代设计有关系无？有，我拢全部连做伙来讲，阮细汉阵安尼环境大汉。厝边隔壁拢是庙史，所以阮就有感应。老师，你看迄张我感觉真有出国的时候有看过呢。俺若来看安尼迄个桃园机场就足大鱼，卖伊的商品就是讲安尼 Hello 台湾就变过叫做喜乐，咱就甲全世界伊的文字就个扣合在一起，就讲原来甲外国人伊的字。一个甲一个无同款的连接，所以这是安尼去到国外地方看到这个字，咱若看到。老师，我看你的册内面吼，有一段写到讲，你去看庙，你全台湾去行过了后，你看到陈应斌师伊做的这个作品，互你一个启示，伊个品质拄好斗起来，你会当甲咱解决。我看哇，迄段实在是真厉害呢！你会当安尼想到安尼？过去安尼咱庙内面吼，因为按过去吼，经过明朝、清朝到日本时代到这民国，伊演戏过程里面，安尼台湾的工匠都做到唱东唱西，所以咱就看到，咱搭有迄个万岁庙看到拱山宫庙角，吼，类似安尼拢唱足侪的相关的物件，即使要骂人，嘛有一寡理由。所以按样看到，用红番的去光庙角安尼，有一个叫红番，一个叫乌番，吼，咱同款拢咧安尼。所以咱唱足侪所谓的足侪字，是因家己有看的捌的一寡文语言，所以足侪庙拢是类似安尼概念。用咱即摆话吼，叫做懂的人就懂啦，华语用懂的人就懂啦。哦，写伫网络顶头，捌的人就捌啦。但是老师伊佫翻一言，要互你看捌，感觉真卡奇，安尼这是无简单的代志呢。发觉一个问题讲，俺看了字的过程，我做过一些所谓的相关的定经历的讲，字会让翻转，字会让近色，字会让看到阴阳，字会让组合文字，会让汉音组合，汉字组合，字甲字之间会让重复使用，所以我就发明了10种字的表现方式。过去的历史内面吼，庙内面都唱出来这个字，但是我感觉讲。按现主人的设计，找着台湾人家己如何让世界看见台湾这个概念，我就找着一寡字的表现的方式。老师，你会当讲一下解说者，你睇下讲行车，啊个反转，你比一下例，互大家小可批判一下，像这叫做阴阳文字。阴阳文字，咱若去看庙时，咱看到。那个阴阳同源吼，这个概念，包括城隍庙这个形的非常的多。这就敢若破鼓嘞啊！破鼓同款，伊的技术线条的技术的破鼓，哦，你透过这个物件来讲，破鼓伊内底也有一寡部分是阴字，有一寡部分是阳字。但是呢，发觉一个问题讲，过去古代发明的人的情况下，伊就原来这个字甲另外迄个字是有连结，所以你看了二，你看黑色的是二，你看白色的是善。原来是善恶同源哎对呢，啊，善恶是同源哈。黑色的是恶啊，黑色的恶，白色的是仙。所以咱若过来看讲，原来看见黑暗内面藏的叫做光明。所以光明甲黑暗两个是原来同一个字，这是咱过去学习所谓的书画同源的情况下，刻印章有一种叫阴文，一种叫阳文。互你甲两个文字来夹做伙，就变成这个概念安尼吼。哦，啊那行社咧，我有写一个字，我小弟叫嘉庆，我叫国庆，我小弟叫嘉庆。嘉庆的近色吼，就是一个所谓的台湾。嘉庆的近色台湾吼，台湾嘉庆。就是对这边看，对迄边看。伊是近色的，讲迄个近色是安怎？
我写一个字，我到即摆拢足介意的，叫做台湾is Formosa 哈。台湾这个字是荷兰人伊写的文字，Formosa 是葡萄牙人，伊经过花莲的边仔时看这个规个大山，伊叫 Formosa。Formosa 甲台湾这是西班牙人因甲咱的号的名，葡萄牙人号的名，好起来原来是两个是同一个字，这物件至少我感觉到即摆我是上介意的，我创造的字安尼吼。但是老师想要一个问题就是讲，你要做这字，你迄阵时要开始创作时，有惊讲，别人敢看有，啊是有先试过，大家反应，还是讲无？我做艺术家，我就是爱做到我创作出去，大家都爱看有。你的心情是啥物？这个时代有一个叫做网络行销，或是安尼物件的创作吼，透过网络来作为分享，互我有出现在日本100万点赞，台湾有100万点赞，是阮的追求自由民主。刚好是迄个蔡英文总统因选举了时，香港刚好是反送中运动。迄个字起哩吼，香港人就为之疯狂吼，非常介意追求自由民主安尼字吼。发觉一个问题讲，你的字甲字之间是迄个民族，还是迄个国家，还是迄个时代，还是迄个事件发生所谓的完整的连结。所以这个字会当感动人，是来自于所谓咱看网络伊的按赞率，就知影伊的可能性吼。所以做趣味来讲，安尼文字一定会当行出台湾，一定不是只有繁体字、繁体字，原来安尼汉字可以让甲全世界的不同英文、甲日文，还是什么款的国家，甲人串联，甲人连到阵。所以安尼样个英文、甲英语、甲中文来做连结的，大家拢看有，就嘛解决这个问题。安尼讲起来较简单，就是讲，安最近庆平安，安尼迄个白沙屯也好，大甲妈也好，和敬平安，吼，安尼看庙寺内面做者看到和敬平安的这图像吼。迄个杀一个镜，还是杀一个瓶子吼，但和敬平安就和敬平安，但变过就是台湾政府吼，就是讲台湾非常安全哦。英语、中文两个地方较连做伙啊，所以啊，这个外国人嘛看有关系。出头就济，有影出头就济。互无共款的国家还是语言的人，伊会看得懂你的用的使用语言吼，这个物件就我的文字就达到目的安尼嘿。其实吼。我会找林老师吼，咱就知影讲，对头早咱因兜即个附近即个原水庙，咱知道讲因这林家在这油厂一大家族，哇，一个古早厝呢，这个古早厝几百档的历史呢，咱哦，小等来看因兜的古早厝，甲伊这个人的人生故事。斗阵看落去，这个囡仔是咱自己原牌哦，想东想西。我应该是咱台湾设计商标上济的人，就是讲，伊一个商标的设定，我就设计100个，我一定要想到100个，我决定讲放过家己。我家己对规个台湾的社会内面的各乡镇319个乡镇也好，还是各个的古迹，我拢认真去走踏，所以了解伊的历史，了解伊的地名，你会对你合适的过程非常完整。你头仔看林老师吼，伊毋是石头刚逼出来，伊是有底底的。这哦，这油厂的这林家有影，你来看这后面吼，这个古迹，林老师伫遐等我。但是林老师今日个特别邀请了特别来宾啊，阿杰阿进啦，阿杰阿进来咧。林老师你甲咱看吼，这紫微宫庙你拢安怎甲大家来介绍？安尼看，阮这所在叫做尾冲在。我是全选叫做大明宣义右冲镇，所以我有左冲镇、右冲镇、前锋镇、后进镇，所以这口里啊的一再叫军部，所以你也看了紫微拱照，你也看阮家对细汉的拜太阳宫，然后食红地豆，你看紫微拱照的甲以早南京、北京的紫禁城的概念是拢共款的，所以规片都是大明时代的各种的。12、28星宿星，还是10军团，各种军队的衣服哈。哦，老师，阿姐，恁这洗脚啊，
这到打就维持到安尼哦，这自细汉就是安尼吗？是，哎，阮自细来讲，伊马路林嘛吼，伊边仔就做小卵吼，像鸟啊卵安尼吼，啊全部都生足济，旁边有很多各种的藻类吼，就是所谓的子孙延绵啊，都非常完善吼，哎。哇，这马路林，马路的日本话叫做二口啊啦。阮阮的这间厝是昭和2年起的，所以当日本时代里面的这依照过去就是迄个保证地啦吼。按了15年，差不多民国15年左右。那个12年的款，嘿12年吼，12年吼。哇，昭和2年，昭和2年，然后16、17，哦，16、17吼。听讲爬起来还佫无共款的风景呢。这个人迄个登高望远哈。老师，你带咱来看，对这个所在。阿姊，你稍等下，咱入摆厝内来看。依照阮围墙的所在，就是刘国轩的屯兵部队，所以阮叫围墙。围墙就是迄个依照过这万丹港，在明朝的时阵，因为是来到高雄的全部往来的所在，所以这一看的头前，这全部拢是叫海景第一排。头前看军港各种的部队。所以依照这车路就是海哦。头前就是海，头前一排，头前一排就海，一排就海。好，这下口有温啊，温啊过就是海，好，规条也延伸，所以这就是依照军队的部队。所以我有观众朋友来了解一下吼，咱这叫油枪做定，做赢，是不是？嘿，啊后面就后硬，哦，前锋就叫前锋，即摆佫有老名叫前锋国仔，即摆叫特安园吼。对，即摆讲即摆叫左营军港，就是以前的前锋。啊，古早名叫万丹港。万丹港，规个港都万丹港安尼。哦。所以阮全部种是维持的到明朝到即摆现出是生活节奏吼。啊，今天看必胜营，甲胜营。来介绍这个叫黑人部队。哦。郑成功依照一个部队叫做铁人部队啊，作用的。一个因为这个所在是我阿嬷的厝，我阿嬷的乌龟埔，伊的名以前叫乌龟埔。以前的时就是因为荷兰人来到台湾以后，把迄个非洲的土著带来台湾，所以即摆留伫这个情况下，因就后来无走，就留伫这个所在，作用一个部队叫做乌龟埔。吼，乌龟埔因为以前当非洲也好啊，做个所在。带足侪所谓的黄金，所以就含这个乌龟埔，大位拢是。哦，这啦，这库咧拢全部拢是明朝后来到清朝名，但是因为过去吼，就爱唱来唱去，因为吼明朝变到清朝，清朝变到日本时代，日本时代变到民国，一路上都在改变哈。所以改变拢爱唱前朝的物件。唱东唱西，所以。清朝爱唱明朝，民国日本爱唱清朝，对，民国爱唱日本，对，因为你无唱的话，做者清乡事件也好，一寡所谓的因为政治的更迭，所以一定要改名，也无改一寡名，所以一寡名个低的，但是隐约可以猜得到，又是又不是，所以这个很有趣。所以你的字内面拢唱物件，就是安尼来。我就因为过去就是讲，对甲宗教有关的，就是讲。因为啊唱东唱西，你看都甲这物件吼，看会到的、看会捌的人较知影呢。老师，再唱一个可能，这是什么物件？咱100当的安尼过去，阮的祖先，我就感觉讲，阮家己阮做设计这个工课，你看过去的祖先，伊就知影讲，迄个厝的施工的过程，留一个这个坑，这个坑就是要放安尼竹基吼，加一个竹基。哎呦，这么重啦！哈。哎呦，插旗棍啊！这插一支所谓的安尼旗，还是安尼晒衣服，还是张灯结彩。这过去两边各个看过安尼吼。哎呦！伊连甲规个依照工业设计、建筑设计，我想依在前辈阮的前人哈都非常的厉害，就讲甲设计呢吼。美到依在就样收尾的安尼处理，拢无简单吼。而且佫家己浪芳佫收尾呢吼。一个厝刚好六个角，迄边嘛6个角，好两边个样牵做伙吼，所以各种的竹箍也好，就全部会当做安尼相关的工课，可以马上做一寡旗吼。哇，这厉害着安尼。好，你看阮的依照全部的所谓的安尼山花，伊的设计的过程，拢日本时代留到即摆拢非常完整吼。咱来入摆厝来看好不？好，无问题。来。啊，这是下流哦。嘿，这是下流，然后伊就是希望讲。
阮的子孙非常的迄个多子多孙呐，然后这个咱的博古图吼。嘿，哦，博古图就是以前文人雅士爱过的生活，所以这个四季平安吼，四季平安安尼吼，所以这边就是迄个菊花，那边就是梅花吼，刚好是春秋两边吼都有安尼。因为阮这两个是两个兄弟吼，左相跟右相，我甲姐，阮阿姐是你那边弟弟，阮这边哥哥。老师，我感觉即摆愈来愈了解，讲你小可字吼，有诶拢对遮来。按大家讲厝内面做做很多彩绘啊，或雕塑啊，或阮较细汉就是这得天独厚的，讲先看这物件，然后不只是为了温饱，阮家己阁有一个饭通食，吼，阁有一寡安尼文化会当吸收，所以阮的设计的逻辑都一路上都对这。我他阁想到哦，这壁桌顶头阁有老师高中的时阵，作品啊，作品就直接因兜的壁桌，咱来看卖。边南夷者的匾吼。家己揣它相关的所谓的历史的演进，因为阮过去发现做者水灾，所以做者物件资料无去，来用经验来判断，这对云南的所在来吼。那顶面有一个，我细汉我国中的时候贴个所谓的纸雕，到即摆现主是个留伊这个所在安尼，这是你的作品啦。我作用破坏古迹的作品安尼。无啦，迄阵时啊，佫毋是古迹啦。迄时佫迄面佫毋是古迹，我细汉。险啊，你即摆就变古迹啦，吼，袂啦。来，老师，这顶头那拢用何心意啊？迄以早就是讲高中的时候，在做网版印刷，还有一寡春的一寡迄个原料啊，无用无彩，无用无彩就倒入去吼。后来过去我就是破坏古迹的人，安尼嘿。我即摆老的，因为老到即摆40几档啊。这嘛变做一种历史的过程呢，吼。好，这个所在就是我细汉的时拢踮遮食饭、读册，我妈妈甲我讲，当所在，我每天在心目中里面最美好的场景，就要看这个山花，再看一个和敬平安吼，会当互阮看世界。你看出这个景吼，就是迄个摄影的这个大师吼，拢真爱摄影的具象的安尼，山墙吼，安尼翕落来合景平安。所以后来我咧写册也好，家己的创作，拢甲家己的过去细汉的时阵有关的，安尼书卷也好吼，咱逐位环境内面拢会当看到遮相关的以前留一寡物件伫的安尼。啊，头拄吼，阿姐甲阿正甲我考讲这厝野内面啊，佫两空哦。是，咱来看迄个两空。啊，观众朋友要味猜，看这两空是创啥物？来，头拄吼，阿正就唔甲我考试啦，讲吼好。你有咧算，你有咧这个看古迹吼，来考你，这是啥物啊？又无啦。什么作用呢？哎，这啥物作用？哦，你3秒钟想者，无啊吼，想无啊吼。来，阿姐，你来公布这个正确的答案。这个是古时候人咧点油灯。哦，明仔灯。哎，对。啊，因为两边的房子在照光嘛。房间啊。哦，所以点一拍就两边拢有当用。是。相通。所以以前的人，你看，做环保啊，搁在节省用电。哦，是安尼啊，挂在顶头遐一个高。嘿，啊，就会当照能。封起来尔啦，无其实是通的啦。对。即马有2公灯啊，所以给它封起来。啊，所以搁会当照2间，一间搁这边啊。啊，搁有。这顶头门拢画图呢，画甲真精彩呢。哦，恁住这厝够幸福的啦。主持人，我特别讲这张图，讲我细汉爱做来画图，讲教阮环境。我想讲是不是老师你家画？但是迄你讲的，小可有成的讲。半屏山吼，阮这个所在本身就是所谓的海港的所在，所以看做个船吼，头前就是船啊吼，所以看做个船，看个山，所以这个是不是移情作用？应该是有。因为这描写的就是咱这厝地的情形啊。是。吼，对头前咱对倒来，两边对这个，譬如讲天然遗迹，吼，啊，过来这写到咱这即马现主时的所在，这拢一进，有阶段啊，而且有zan厝的，这林家有地地，鸟有青。主持人讲得袂歹。无呀啦，老师，我是叫你画马啦，吼，来，咱过来看落去。好，咱他甲阿姐阿进吼，啊甲林老师吼，哦，谁引导的这个古早厝，哇，有遐精彩呢。但是哦，他到我一个小小的发言，老师吼，罢免在青少年的时代吼，足热情的，顶头啊搭这画这安尼吼。这就是吼，
无限的创造感吼，咱在因兜安尼发挥啊。老师，你讲看卖，你青少年的时阵，你囡仔时代，你是什么款的人？是成绩足好呢，还是老师真读较疼的人？讲起来嘛，趣味就是讲，阮兜是100档来讲做保证里长啊，所以这个厝就是以前对保证的厝安尼吼。那里长就做家婆的，你爱讲铺桥造路，两斗3工，什么工课安尼。所以我高中的时候，我高中2年的时阵，我就按高雄嘛，哦，你一路上按台湾第一摆的所谓的国际技能竞赛，整个全世界吼。我以高中2年的时阵，我就以学校来讲，就是一个代表，对高雄整个台中整个台北，最后一站是台北。台北的情况下，依照迄个所谓的赛制是20岁以下拢会赛，也就所谓的高中2年甲大学2年做伙车拼，啥人车拼第1名就代表台湾去到国外去比赛。国际技能比赛。这个技能竞赛后来过冬的时阵是去到日本来比赛，所以这对我来讲，我若要出过国，我嘛安怎拼嘛要拼这个名额的，伊也拼到以过去学校来讲，你就是学校的风云人物来讲，学校比赛你用上摆第2名，上正上第1名，你也做到比赛，算是所谓的，一般来讲，一个学生举一反三的了不起啊！这个囡仔喜欢举一反百哦，想东想西。所以我应该是出头真济。我应该是台湾设计商标上济的人，就是讲，伊一个商标的设定，我就设计100个，我比设计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是100个，每一次我都用100个来做结束。就是讲，我一定要想到100个，我决定讲放过家己。所以迄个时阵，我高中2年去进大学2年的，所以伊台北的4年训练中心来讲，隔壁有一个台中的一个大学的学生爱我讲。同学，我空压机坏掉了，你帮我修理可不可以？哦，伊讲我 compressor 歹去。好，迄时比赛3天，隔壁迄个同学咧讲，我是你刘伯来后生啊，我连做工家婆的啊，我来甲修理，迄个国际技能竞赛，去甲修理对手哦，我无穿无钱，我是中昼甲伊食饭尔，我来修理的空压机，修理了以后，等于读高3。老师就足气的，讲你厉害，甲会当共修理空压机，你足熬。一个学生举一反三，我就无得教你。你帮助伊调整，你有调整？我想我第8名，迄时我足难得有较歹的成绩，所以安尼关系，我就足差的成绩离开这个学校。我心内一定有一个18岁这个18岁迄个角到今我都无法度放下，就是讲我是一个成绩足好的人，为什么有一天会安尼？后来我是阮学校。开创的50年、60年、70年的杰出校友，每当的学校的10当的回去学校代表校友会致辞的是我这样的代表校友会致辞，我也感觉讲过去的打拼，后来学校拢看得到，而且我定把阮的学校的名在市场上端着很容易的走哈。那为什么按那情况下，我足早的提早入伍，然后足早出社会？所以我23岁，我对我的学习我非常的打拼，就是讲，以早上大细的课，较贵的课拢爱上，定去台北去上足侪课。我来坐火车去台北上足侪课，上一种课来讲，我来想，伊高雄这个所在，里面伊有足侪企业，伊要占全世界的品牌，这唔知要找什么人看到这个对，那敢有一种人会当取这个角色？我就讲，我甲我家己品牌合作好，所以我定去日本，我定去韩国去学品牌创意设计相关的领域，这部分对我非常的重要。所以高雄地区大型的企业一定要邀请我去全世界逐位飞来飞去，所以我就靠迄个机会，互人邀请300摆出国，就是安尼来，就是讲伊的各种的品牌的大细拜托你来。老师，你这就是不断累积安尼，一直踏起来。所以，咱就足趣味，就讲高雄市长、高雄县长、高雄市政府、高雄县政府、中国钢铁、高雄捷运、喜航乐都对追遮来吼。我讲了这个所在，我小可讲一个喜航乐的故事，就讲喜航乐是安怎发现的？就讲我一天我得高雄美展的第1名，我第1名的过程内面，我就感觉讲，一种人一世人拢无掌声，我就想阮兜的后院一个人伊叫阿妹啊。阿妹伊有一个3个后生，
好，伊是一个老兵的某，伊是个唐氏症。即摆讲唐氏症，在迄个古代迄个时代，拢叫白痴。一个老兵带一个白痴，然后这是一个社会的悲哀。伊生出来的囝，老大是正常，老二、老三嘛是唐氏症，这是一个社会的悲哀。但是伊细汉的时阵，阮细汉的时阵，伊住在阮这个所在，阮林家村甲保护我非常的好，互伊袂人互卡面人欺负。但是我通看到讲，这个唐氏症这个妈妈，因的老兵脾气无好，定咧甲因拍因囝，互伊拢甲伊足认真甲伊保护。这物件叫为母则强，我就感觉足感动的。我就甲这个计划，我就找市政府，我足家暴的，我就写一个企划书，我就去甲市长简报讲，按怎样做一个物件叫折翼天使之翼奖，就是讲，互这个唐氏症的，互奖赏有掌声吼，互一个奖状，互这个社会和谐。所以这个工作办了非常的成功。后来我找20个这安尼得奖的人，后来其中得奖的一个家长就来找我讲，伊是智障者福利促进会，我就倒去我就伊办公室咧想，我就想，阮阿妈都讲我是伊的公孙仔，公孙仔这个字我感觉袂歹，无按叫喜憨儿，喜欢你，喜憨儿我爱你。从此喜憨儿是咱台湾非营利事业排第3名。就是安尼来啊。好，大家对阮的老家、阮的环境内面，你通体验出很多甲人的关系吼。所以这就是讲老家有没有影响到你？哦，影响就非常的大呢。啊，而且佫影响社会呢。好，阮就对社会，我讲，阮到8年来种做里长，所以与民和善也好，还是要替人家铺桥造路也好，这变成所谓的一世人你应该要做的工作。人拢讲福地福人积，福人积福地啦，就是真济啦。无影，这样老师上后尾吼，我要问你一个问题。你安尼一世人行到遮吼，尤其即摆社会佫变动真紧，但是我看你拢对时代对了真严哦，啊对社群媒体啦，对即个现代即流行啊，你拢对真调吼，啊又佫对着传统，你佫真注重。你有啥物话吼？要对这少年人，我看你也有牵师啊，吼，你拢对你的徒弟啊，还是讲你的师啊，你拢爱安怎甲指导啊？啥物方向？还是讲无啦？即摆少年人无去听咱的，咱就一个大约一个方向，啊一个倾偈啊，啊，互伊去行就好。你是倒一种？应该讲就是讲，有鼓励迄个少年家的做法，应该有一寡做法来讲。第一就是讲爱读足侪册，阮厝差不多有，阮的办公室差不多有迄个类似成品安尼藏书吼，各种的知识拢爱连结。你的工作非常的多，非常的多，你咧合受非常的多。我做过400几个品牌，你来对这个品牌伊的历史背景，包括伊是变啊市场顶悬，会当攻城略地，拢爱有关系。所以这个物件的，你来读足侪册。第二就是讲，你爱做认真的壮游。所以我做少年的时阵，就互各个企业伊就邀请全世界逐位飞来飞去，互我家己对规个台湾的社会内面的各乡镇319个乡镇也好，还是各个的古迹，我拢认真去走踏，所以了解伊的历史，了解伊的地名，你会对你合适的过程非常完整。好，另外爱静下心来讲，对社会有一天有啥物奉献，你有一天你会往生，你会留啥物物件，互这个社会。所以我以安尼概念，用大愿力来编家己的册，用安尼概念来发明着翻转文字的概念，拢是希望讲，你有一天你走的时阵，对社会、对这个土地是有寄望，有一寡奉献安尼。但是吼，老师，你敢有看到讲，有的人足努力、足拍拼，但是伊一世人可能无一定遮成功，无一定遮迄落，吼啊！但是你对这种人，你有啥物鼓励？啊，咱爱安怎来看待咱家己的人生呢？有一天，阮就想讲，喜憨儿在过去的社会里面，算是社会的弱势。有一天，因家己愿意起来遐，认真拍拼，各样领最低薪资，所以对社会有贡献。相对社会上应该有足侪是类似安尼的人吼，我是感觉讲，人是正面的庙，就是一种叫做吉祥的寓意。希望踮这个所在找到福也好、禄也好、寿也好，还是
吉祥的概念，都是对社会是有奉献的。啊，希望社会是非常的健康，吼，非常的和谐安尼嘿。这吼，这唔那是对人有爱啊，尔，这就是咱有希望，啊，祝大家平安，而且家己佫有能力通好奉献到社会，啊，互社会会当吼，斗阵进步。这我感觉，这老师就是上好的一个呢。哇！感谢迄个社会对我足疼痛，哦，感谢家己出生在这个传统的这个林家这个环境吼，有一个做很好的安尼的环境，互我大汉安尼嘿。哇，今日用50几分钟，实在是还佫无够，我希望还佫有机会哦，佫来找恁老师啦。台湾岛行，他真正看袂透，爱来找这个郭杰先啊。哎，哦，这个郭杰先啊，互你讲袂完，互你听袂完的歌啦，这真正厉害。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干界，感谢老师，谢谢，感谢。你搞什么？你记得你搞什么？